万不因若是去小镇，要走去美地的防空壕，一般这个防空壕拢是伫咧户外，讲家己有两个稳重伫咧厝内底的防空壕哦，一个是伫咧饮料店内底，一个是伫咧庙寺内底。想象会到卖饮料的店家内底有一个防空洞。 头家娘摕扫帚来扫，最近感觉厝内有一个避难所，其实袂歹。弄起来就是比较安心哦。不然他如果突然光打过来的话，也很危险。这是伫家己的国光新村村的防空洞，有一个创地饮料店，另外阁有一个所在嘛真特别。听到这气味才出来。楼梯边啊有两个小门，是防空洞的出入口。这平常时都有咧拼，大概当比30个人提供附近居民避难。有一个 心理安慰，讲哦，都是防空洞内底啊。行去中亚军港附近的避难防空洞，才会当比大约200个人。东边一个，西边一个，2个瞭望塔。因为附近的明德新村、建业新村地震的时，捌轰炸到，这个防空洞算是规模较大的避难处。左营比较具有规模。 一个大型的防空站好。随着时代演变，目前列管的防空避难所大部分是地下室，安怎知影家己厝内附近的避难处？以公市来讲，目前有7000外的避难所。伫警察局的网站都会当找到伫Google地图标示出防空避难点，若是真正有需要，都会当随便去遐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